平安。请大家将手机关震动，也是关机。这时，请大家安静心来做咱今仔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的敬拜，请奏乐。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悬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会众起立，念全首。Oh
请坐，敬拜赞美，请敬拜阿乐。也做大平安。圣经第10篇103篇第1节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着学乐伊的圣名。咱来到主的圣殿，咱着来欢喜学乐咱的天父上帝。咱来唱圣诗第170首，请咱大家大声唱歌，请起立。圣神来帮助咱，来静静听救主疼痛的声。救主疼痛的声，我起来听，你的
就够了。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担心今天的事物，我们也担心明天的事物。让我们一同学习。不管如何，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是那谁，是那真神，是我们的救主掌管明天。他必要赐福我们，他必要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宣告我们的信心。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时刻还要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火转阴寒。我不为将来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已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有许多事我们不了解，许多可以要得到的事情我们都不了解，许多事我们也都在求一个答案。但是我们知道主是掌管明天的主，主会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再来一次，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时刻还要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火转阴寒。我不为将来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已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我们一起宣告。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让我知主掌管明天，到明了，引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让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们向前，他必要引我向前。愿主带领我们会走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这时，咱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会众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信仰告别使徒圣经伫信息的前面第13页，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
是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全能对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徒的上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22篇，伫信息的后面，我来刻会章内印。来呀，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下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祈祷，请关雅芳姊妹。这位阿头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一年一摆的妇女主日，一个早起，你阁组织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学乐你，阮即只献上阮的感谢。阮最后所你帮助阮妇女，透过圣经的记载，你提升阮的灵命。赐落互阮有聪明、有智慧、有温柔恬静的心，定定尊主你最大，有勇气、有体力来服侍主。同时阵也是228的纪念日，愿主你帮助台湾的全心正义会使落实，会使实现。愿你的公义会使彰显。阮搁一遍，甲今仔日即个聚会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接纳阮的聚会。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讲读上帝的话，咱请蔡依如姊妹。咱今仔日的圣经要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是新约和合本298页，台语汉语本239页，我来读。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祈求、祈祷、求阮谢祝谢。替即个王甲隆重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好。搁得到接纳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伊听众人得到救，也深知真理。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学乐，请妇女团契。上帝有情，人生有望。
正道要请咱林丽冠新学生。正道的题目是三步5祝福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我有一遍的机会，会通甲大家分享。我会记哩自以早，我的牧师还伫的时，伊定定讲一句话，阮嘛拢学习即个态度，就是每一遍的服侍，拢甲伊当做最后的一遍，空前绝后，就是最后的一遍。因为咱真正毋知咱人生头前的路是啥物货，会通把握就是现在。阿免。伫你最后一遍的时，一定爱好好去准备。阿免。这就是用心。这是一个态度，求主来祝福咱。特别今仔日是虽讲是28的纪念主日，但是犹原是咱教会安排妇女的一个主日。感谢主，咱教会愿意互这姊妹会通甲咱做伙来引带，有这个机会来引带兄弟姊妹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的水！检菜是一年一遍。但是每一礼拜，其实咱看起这姊妹是逐礼拜咧付出，阿免，真正辛苦，袂输咱兄弟，对无？是毋是？咱搁一遍来拍我来祝福因，好不好？感谢主。上时我嘛要邀请大家会通举起你的正手，特别咱这兄弟，举起你的正手，咱来为着因祈祷。一礼拜一开始，咱就来为因来祝福。好，求主赐福气伫因中间，咱嘛诚做因上大的祝福，阿免。做伙开喙，咱为着这姊妹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主你，互阮有机会，无论兄弟姊妹，阮做伙来敬拜。特别有这个机会安排妇女伫今仔日诚做妇女主日，召阮众人来敬拜上帝。主，阮将因交付仰望伫你的手中。伫日子的经过，伊诚做家庭上大的帮衬。主啊，伫家庭的照顾中间，阮知影这妇人人实在是上帝赏赐上好的宝贝。主耶稣，阮就恳求你的圣神，甲这姊妹三个伫底。主啊，伫每一天的日子，你保守因的身体健康。主啊，你祝福，互因伫人甲人的关系，伫家庭的关系，伫厝边隔壁亲人的中间，主拢会通建立真好的一个关系。主，你也保守，互因的情绪各方面拢会通平静安稳，伫你家己的平安喜乐内面。主耶稣，因甲上帝的关系，永远会通有真好的建立。每一天亲近主，每一天用上帝的话来管压因的性命。主，恁甲会三个得的，因为你赐福气伫因中间，伊就诚做阮家庭，诚做阮教会，诚做阮社群中间上大的祝福。阮感谢你，将阮的这姊妹交托伫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搁一遍为着这姊妹咱拍鼓感谢咱的主，哈利路亚。无论兄弟姊妹拢是真好，拢是上帝所祝赐福伫咱中间的，阿免。感谢主。伫早起要用3步5祝福来甲咱做伙来分享，毋是讲咱3不5时祈祷就好啊，毋是安尼是一个祈祷的方法。咱知影有真侪祈祷我嘛知影讲咱通教的人是非常贤祈祷，要安怎祈祷？真侪人拢讲要安怎祈祷？祈祷就是去祈祷嘛，你著去祈祷，但是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久久，咱会通安尼讲，就是祈祷来倚靠主。但是对遐的初信者，对遐的检菜较袂晓，你袂通干那一句话讲，你著是去祈祷就好啊。对因来讲，真正是嘛毋知要安怎祈祷，所以祈祷是会通学习的，阿免是有方法，互咱会通做伙来学习的。所以是毋是咱搁一遍？将咱今仔日的迄个圣经，搁再读一遍。拄咱读圣经的姊妹有带咱读，但是咱做伙搁来读一遍，好无？请拍开你的圣经，无论你是用国语、台语版拢无要紧，咱做伙来读。毋知咱的迄个无要紧，我无拍出来，就是要爱咱本圣经，你用国语嘛无要紧，我用台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遐讲，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
求稳足下。咱做伙来读，毋是听我读吼，做伙吼。第二节，替遮的王甲拢总的官府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这是好，搁得到接纳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第四节讲，因爱正人得到救，嘛称赞真理。阿免，这是好。第三节甲咱讲，这是好。什么是好？就是祈祷的事啊！爱替什么人来祈祷？替正人，吼！圣经讲万人，就是正人，所有的人，吼，毋是干那为着咱遮信主的人。你知影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责任是爱安怎？为着遮迷信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咱的亲人朋友还未进入上帝救恩的人来祈祷，这是咱的主的交代。主伫天顶替咱祈祷啊！你毋免烦恼无人替你祈祷，吼！主替咱祈祷，咱听咱的兄弟姊妹嘛会替咱祈祷。但是咱有责任，毋是干那为着遮个信主，咱嘛爱为着遮个迷信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吼！检采有个人讲到底是要安怎祈祷？当然，今仔日咱三步五祝福是一个方法，但是伫迄个课卡头前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的祈祷，我想讲简单来甲大家分享。检采咱中间有才进入教会无偌久，也是久长来你对即个祈祷真困扰，毋敢伫正人的面头前来祈祷。我想咱简单来分享一个叫做五指的祈祷的方法。这是万国的儿童的报道会，因伫早时为了要帮助遮个细囝祈祷发展出来。我真简单来甲大家分享，伊叫做五指祷告法，就是5个正知影，你就会通做一个完整的祈祷。要安怎祈祷咧？咱做伙来看，伫投影片的中间有，就是你的手，投影片有吗？5支正知影，来。咱祈祷爱有对象，对无？咱要甲人讲话，你爱有一个对象。但是甲人讲话，咱叫做啥物话？就是分享讲话嘛，但是甲上帝讲话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啥物话？祈祷，就是叫做祈祷啊，甲上帝讲话，咱讲祈祷，咱袂讲我今仔日去甲上帝讲话啊，咱讲我去祈祷，对无？所以叫做祈祷，有一个对象，迄个对象是啥物人？上帝，咱要安怎称呼上帝的名？你会通安怎称呼上帝？还佫有咧？还佫有无？嘿，还佫有无？很好，还佫有无？耶和华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阿爸爸，天父上帝，亲爱的主，无要紧，就是圣经内面你所学习的。关系上帝，你安怎称呼，你拢会通用。这是一个对象，对无？你爱有一个明确的对象，爱呼求伊的名。第二载是讲啥物货？就是方向。讲伊你拢捌去车头坐过车，对无？车头有真侪车，有无同路线的，要往南往北，东西二路南北，拢总有，对无？你若要去倒位，你爱坐着方向，是毋是？你要落南去台中，你着爱坐对台中的车；你要去台北，着爱坐对台北的车。你会使乌白坐，讲我紧，你车开着到，无法度到啦，去毋对所在，毋是你所要去的。所以咱祈祷嘛共款，爱有一个方向。迄个方向是啥物货？有俄罗，第一个赞就是迄个赞美，咱讲俄罗。歹势，我这是用国语拍，我无改做台语，俄罗第二个敬是啥？敬拜。第三个方向是啥物货？认是要认啥物货？认罪，毋是要认人啦，认罪。第四项咧，感谢、感恩，真好。第五项咧，祈祷、祈求。所以迄个祈祷方向是真清楚的。你要做啥物款的祈祷？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要做真侪祈祷，因为我早起要出门，甲我的翁婿无欢喜，甲我的囡仔无欢喜，这毋对，主你赦免我，代志讲互清楚，你到底是，譬如讲我住伫台中，寒假的时我转去台中，我讲我要落去台中，我要转去台中，要创啊？
要转去啊，要甲厝里的人做伙过年啊，是毋是？一定有一个目的嘛，有代志，对无？吼，迄个代志爱交代清楚。我起来台北，啊，你起来台北，啊，你伫台北创啥？我走去新南医读书啊，吼，爱讲互清楚。啊，第四载咧，奉主耶稣的名，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基督拢我紧，吼，奉主的名，基督。第五载咧，阿门。你知影基督就是遮尔简单尔。第一载、第四载、第五载拢是固定的，因为迄是主予咱的一个模式，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因为伊的名是有功效的，阿免伊要成就，因为伊的名伊要成就咱的祈祷，伫咱的中间成做咱上大的帮助。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最后咧阿免啥物意思知无？诚心所愿，咱中国考的上后讲，吼，诚心所愿，吼，就是咱心内所愿意的，主甲咱成就伫中间，吼，成做咱极大的祝福甲帮助。所以这是阿妹的意思，吼，好，再来试看卖一个，好无？甲你边仔的人做伙来练习。第一载是啥物货？第二载。五个方向，吼，俄罗敬拜要真多，也是感谢祈祷。第三项，吼，你的代志要讲清楚，吼。第四个，第五载，阿免，吼，主要说我要感谢你，今仔日天气遮尔好，出日头，袂感觉较寒，这是上帝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所以祈祷就是遮尔简单。你要教迄个未信者、迄个无道友讲祈祷，你爱教伊方法，毋是讲你就是去祈祷，咱嘛知影讲祈祷就是祈祷，祈祷就好啊。但是你简单的方法，甲伊分享，吼，你的厝里有迄幼婴仔要大汉，你要教伊祈祷，就是一项一项来。其实咱的祈祷拢真丰富，伫遮的方向内面，咱拢总有啊。你小较注意者，其实咱拢会晓祈祷，吼，啊有当时咱是拢ram杂伫中间，对无？但是对迄个才开始的人，你爱一项一项甲伊讲，互伊莫紧张，伊会通做认罪祈祷就好啊，吼，就是一项就好。也是讲伊要认罪，也要感谢，吼，上帝，我顶礼拜吼感冒，结果人替我祈祷好去，感谢上帝你医治我，吼，你看卖这有祈求有感谢对无？吼，所以就会通哪来哪丰富，哪来哪丰富。所以咱定来听去，咱的中旨遮尔高祈祷。其实我相信上头嘛是安尼对一个基本来，是毋是？所以毋免紧张，吼，就是安尼就好。这是一个祈祷的基本的方式。然后你不管祈祷学习什么款的祈祷的模式，非伫第一载、第四载、第五载，一定拢爱伫迄个中间啦。吼，中你家己，吼，照上帝互你的感动，你会通去祈祷，吼，感谢主。好，咱倒转来三步五祝福的祈祷，到底啥物叫做三步五祝福的祈祷？其实迄是一个属灵认养的祈祷。吼，就是讲，咱基督徒，你知影咱信主了啊，咱检查咱是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人对咱传福音，吼，邀请咱去参加报道会，也是一寡活动的聚会，无论安怎，也是讲通过人的关心，咱来信耶稣。当当时一定有人替咱祈祷，就算讲咱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咱厝里的士大人嘛，定定咧替咱祈祷，对无？迄叫做一个属灵的祈祷。咱要讲认养是啥物货？就是你关怀的对象，吼，迄个属灵的认养就是讲上帝今仔日感动你来为着我厝里还佫有啥物亲人朋友，也是职场的朋友，吼，我的同学未信耶稣的。但是上帝感动我的心，我开心为着因来祈祷。你毋是安尼，嘣嘣嘣，走去伊面前讲，信耶稣才好，对我来教会，真侪人无咧甲你插。包括我的囡仔，你知影无吼？我会记因伫大学的时，因即马拢毕业啊。迄当阵我若甲伊讲招你的同学，因为阮兜定定有因的朋友同学来佚佗，我讲招来礼拜啦，莫干那来佚佗。我就会开喙。去甲伊少年讲，信耶稣安怎好安怎好，有机会来到阮礼拜，我的囡仔拢甲我挡掉掉。伊讲妈妈，你会甲因惊走？我讲
敢有可能我遮尔好接纳因来厝里做人客吼？我甲伊讲2句信用的代志，敢袂使？伊讲你会甲因惊走？有影呢？我若开喙吼，邀请伊迄来的同学吼，真正后边伊就讲，哈，你妈妈拢会叫我爱去教会，袂啊？因甘愿约伫外口见面。兄弟姊妹，我甲你分享这，我毋是成功的例，但是我咧讲的是啥物货？无简单。当你有感动的事，你毋是吼一个热心就随去邀请人，你爱祈祷大声，阿免，甲你边仔人讲，祈祷大声。祈祷是非常的要紧，祈祷是互上帝大声做工伫伊的心内啦。好，大声伫伊的内面震动迄个好的成功，敢若咧骨头，你要种做爱先骨头，好，互伊的心柔软，然后你会通做一寡咱小等咧讲的遮的3步的进行，互你为着主要得着人会通更较顺利，安尼，求主来帮助咱，所以迄是一个属灵的认领。吼，毋是遮信耶稣的吼，你家己囥一边，因为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普通时拢有真好的关系。但是即个是要教咱安怎关心遐个无道友，吼，遐个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吼，为什么咱爱做遮个祈祷？你知影？咱伫教会，咱拢真清楚，咱有上帝真理对咱的教导，咱拢会通学习迄个好的，有好性情，对无？吼，有真侪好的学习。就互咱知影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真侪是足自由的，吼，足平安的，足顺遂的。但是即个社会无拄拄像咱想的是安尼，包括伫咱今所读即个圣经，吼，伫保罗先生伊的时代，其实是罗马政府的时代，因咧统治。其实因的环境，咱台湾会通去体会，因为早期咱嘛受日本的统治。迄个殖民吼殖民的迄个政策，伫迄个中间，其实百姓是爱照吼迄个统治的政府的方法去进行因的生活，逐款的模式，毋是遐尼自由的。伫保罗的时代，伊完成的，特别伊拄到迄罗马皇帝，吼对因有真大的肯定。基督徒你知影罗马的帝国，因是敬拜神明是真侪，是一个真侪神明的宗教。包括皇帝的崇拜，包迄当阵包括因对皇帝有一个敢若神明的崇拜。但是我要甲咱讲，迄当阵的基督徒因对主非常的坚心，因绝对无去敬拜别个神明啊。因知影因信的是独一真的上帝，所以伫即个中间，因的环境就愈辛苦，毋然互政府讨厌，连百姓嘛拢讨厌因，因为因拢毋合作啊。伫偶像的崇拜是真侪遮个庙会活动，你知影？真侪遮个公共的活动拢是甲庙会有关的，甚至请人客，遮个宴席拢是共款。基督徒拢拒绝参与伫迄个中间，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因伫社会生活的环境就搁较辛苦，无简单。但是保罗先生伫这中间劝勉遮兄弟姊妹。就是安怎？咱今日所读圣经讲，劝勉恁安怎替正人来困记，替正人来祈祷，为着遮个君王，你知影因罗马帝国是毋那是干那皇帝的统治尔？伫每一个无共款的遮个殖民国家，拢有分封的王，无共款的王伫管理，也是总督伫管理，所以你爱为着遮个王，为着遮个官府的人。那换做伫咱即马咧，咱啊为着咱的总统，为着即种遮，咱好好来祈祷，安尼。为着要创啥物诶？互咱会通敬虔，互咱会通端庄，互咱会通安然来过日。伫信仰的内面无受着迄个无理的干涉。台湾算真自由，伫宗教算真自由，对无？这是上帝所。帮助，互咱有一个遮尔好的环境，所以咱会通无受到迄个无理的干涉，然后伫咱的生活中间会通合宜来生活，会通平静安稳。所以通过祈祷，咱来将咱的国家政府，将遮个迷信的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上帝伊的手中，但是到底要安怎来做咧？所以咱进入迄个3步，第一大步讲。大声爱安怎？
大有气力的祈祷，甲你的边仔人讲，大有气力的祈祷。要为着啥物来祈祷？就是为着你所认领的对象，上帝感动你的对象。吼，咱小等会操作，就是你先安静祈祷，还是你普通时就有负担。吼，上帝爱你关心啥物人，你将遐个名写的。你看咱的周报的内页，就是听词表的迄面掀过来，伫18页下边，有即个认领卡。因为咱教会过去捌有讲过即个事，但是算讲无推行，所以迄个卡片大概剩正百张无够分互大家，2张礼拜无够分，所以咱的长老甲干事真聪明，就将即个印伫遮，咱会通参考来使用。5个对象就好，你毋免关心真侪人啦，5个就会使啊。然后你甲遮个名写。写这个名要创啥物货？开始祈祷。迄个祈祷，咱小等会讲的，真简单。每一天5分钟，每一礼拜5遍，连续5礼拜，为着这5个人祈祷一段时间，5礼拜大概偌久？超过半月，对无？无够过半月。你安尼去祈祷，祈祷的中间爱去做啥物代志？毋是干那祈祷哦，咱听讲祈祷，但是所有的这福音拢爱有行动，所以迄个行动就是第2步。回到第2步，第2步要创啥物货？就是大有气力的关怀，甲你的边仔人讲大有气力的关怀。迄个关怀，迄个。最要紧的目标是要创啥？就是建立关系。甲你祈祷的人，如果伊若已经甲你是好朋友，迄是真好的代志。如果你的关系，就是讲上帝把即个感动放伫你内面，但是普通时你无啥咧联络，无啥人脉，这就是一个关系会建立的时间。要安怎做咧？你用咧写卡片，你用咧写批，我毋知影即摆人。阁有真侪人要写批大概真困难，拢用Line还是 FB 信息安尼联络一下不管你用啥物方法啦，即摆有真侪方便的方法敲电话还是讲伊生日送伊礼物还是讲伊厝诶有啥物丧礼事，你拢关怀，拢行到底还是讲逢年过节，咱年才过去尔，你用伊送伊礼品。你用伊去甲慰问，会通也是咱的小组教会有办福音茶会、福音茶会时，会通邀请，咱有真好的机会啊！你知无？搁来过偌济，对无？搁来4月的迄个野外礼拜，5月母亲节，哇，真侪活动，咱好好祈祷，听候遮的教会活动祭期，迄个时要到进前。咱就会拢邀请，你着爱勇敢去甲伊邀请，所以进入第3步，就是要邀请，毋是干那甲伊建立好的关系尔，建立好的关系的最要紧的目的是要创啥？你知影无？要传福音嘛，毋通袂记咱做遮的代志，你毋免甲讲，我就是为着要传福音互你，所以甲你要建立关系，你毋免讲遮，但是咱知影。咱上尾的目的就是要甲伊引带进入教会，互伊会通认捌上帝，这是咱上要紧的目标。所以你伫迄个中间你爱甲伊邀请，邀请你毋通后礼拜要野外礼拜，你即礼拜才甲伊邀请，你爱大声着哪甲伊讲，你咧甲伊交会的过程，你着爱一寡教会信息，着哪讲互伊听，包括迄个。个人谈到毋免遐急无要紧，但是迄个见证，你家己本身的见证，3分钟的得救的见证，捌做过无？有人捌做过无？咱中间捌无？有人感谢主其实这拢是足好，你平常时着爱准备好的武器你讲武器嘛无要紧传福音上界有力的一个方法3分钟的得救，就是讲，如果你若是第一代信徒
吼，你安怎进入教会？不管你是奉邀请，还是讲你参加什么款的聚会，你得救进前，吼，这个过程中间已经改变了，就是迄个得救了后，吼，用3分钟短短，你紧家整理起来。这爱练习呢，我感觉讲咱教会真好啊，有团结有小组，恁普通中间哦，包括圣歌队，还是啥物款的迄个团结聚会，你伫迄个中间用个操练3分钟，吼，一人讲一遍，互对方听，吼，迄个是安怎？咱有一个口诀讲，得救前中后，来对我讲一遍，得救前中后，毋是干那安尼尔吼，爱阁有一句，吼，加上主的话。得救前中后，加上神的话，哈，加上主的话，哈，你去经历，因为你所有要讲的见证，一定爱有圣经的话语，毋是干那你讲准算啦。咱会人讲真济话，但是如果若无上帝的话伫咱的中间，也是上帝的话，吼，诚做别人的祝福，我感觉讲，迄是真虚假。咱人甲人的中间的祝福是有限。但是，如果咱若将上帝的话语，你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大有困难，要诚做人会帮助无？所以你要将上帝的福气来介绍互伊啊。所以信主前中后，加上神的话，吼，信主前中后，加上主的话。啊，如果你若讲我伫信主的家庭呢，共款有方法啦，吼，就是你的改变。吼，你对即个家庭基督徒的信仰的家庭成长，检查你真惯势，吼，拢照常咧礼拜，照常咧聚会，照常参与伫中间。但是我要甲你讲，你永远爱像第一代基督徒共款去拄着上帝。那拄着上帝时，你会改变，对无？人无可能袂改变。如果咱若无改变，伫信仰内面无改变，咱甲过去有啥物无共款？上帝稳定是要帮助咱继续改变。继续完成咱的使命，所以是安怎？改变前中后，加上主的话，吼，就是你嘛会当写这3分钟的迄个改变的见证，安尼了解无？啊，但是伫咱的要甲人分享的过程，毋是安尼。你普通时，你着爱有见证。伫每一工，吼，我昨暝早起第一场，即摆我阁讲一遍。我顶礼拜上迄个伫遐上课。我有一个迄个宣教师马约翰老师吼，马约翰牧师，我相信咱中间有人听过伊的传递，还是听过伊的讲道。伊真严格，外国人其实伫信仰的顶面有当时非常的严格。伊就讲，甲阮讲，恁逐工爱有2个代志，要困进前爱做。第一，你爱去想，今仔日上帝互你啥物稳定？你爱去想。上帝互你的稳定，你要困进前爱感谢伊啊。第二项，今仔日你有做啥物款，互上帝无欢喜的代志，就是得罪上帝，还是犯罪，无好、无合宜的话语，无合宜的行为，你爱甲上帝认罪悔改。伫你要困的进前，所以你知影有这2项代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咱每一工起来。照常咧活，照常咧呼吸，照常咧生活。但是你敢知影，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有人起来就是身体艰苦，袂顺车，是毋是？吼，有人伫遐你会通去食饭，你会通真自由生活。但是有的人无法度食物件呢，真辛苦咧过日子呢。现在你的经济，你的生活，吼，真好过。但是你知影，即摆社会有偌济人？真辛苦咧过日子，所以为着所发生的事，伫咱的生命中间，真侪咱来献上感恩啊！未免人甲人有中间有问题，吼，有无好的事，但是为着这来感谢上帝，因为伫问题中间，咱就知影，咱有机会会通反省，咱有机会会通搁一遍来行动，阿免。所以无论好无好，咱拢会通献上感谢，拢是上帝恩典。吼，毋是好才感恩呢，无好永远有上帝的美意，爱咱学习的功课。阿免。所以你就会通去面对你的人生所发生的任何事，这是3个大有困难爱做。
过来就是5个祝福的方向，吼，亲像你要坐车，你要坐着，吼，每一天，吼5分钟，来，咱做来读一遍，好无？来背来，每一天5分钟，每礼拜5遍，连续5礼拜，为5个方向，倒5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安怎？就是来下去，为着伊的身体，为着伊的身体，吼，伊的身体的需要，伊需要健康，需要快乐，吼，需要有一个勇壮，吼，咱为着伊的身体来祈祷，这是真侪人拢爱的，对无？吼，特别即马有真侪人吼，较袂着就破病，因为压力大，也是暗困，吼，特别是若较少年的吼，拢暗困。阮校真侪同学嘛是。暗困早起爬袂起来，老师点名定定无够，无就安怎，无就讲破病哦。最近足侪人吼，拢破病发烧。我下晡有一个同学要结婚，吼，一个女同学要伫网家结婚，伊偌趣味咧，伊顶礼拜连续发烧毋爱几工，所以拢无开来，嘛请假，伊请假至少就3工无去上课，吼。逐个讲我都要做新娘，哪会发生即个代志安尼吼？才去破病着。所以咱需要为着你所认养的对象，为着伊祝福，互伊身体健康。第2项是啥物货？爱为着伊的工作，为着伊的工作，互伊通伫伊的工作中间，伊带一个喜乐的心，真意爱伊的工作。有的人做代志做甲真心真艰苦，对无？毋是伊所要爱，就勉强凊彩做一个。所以逐工去，也是面对迄个头家无合理的要求，真侪人拢足生气的，无享受伫工作的内面，会通伫工作中间安怎应神益人，容神益人，互上帝名得到荣耀，嘛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会通有合理的收入。你去工作就是要趁钱嘛，对无？啥物人要做无钱工？伫教会人拢做无钱工啦，咱拢是上好的义工伫教会，但是伫外面的工作是上帝要帮助咱，祝福互咱有迄个收入，来经营咱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要紧。有好的这顶面这地理者，这是工作。若学生咧，爱为着伊的学业祈祷，为着伊的学业祈祷。互伊会通专心来读书，互伊通好成绩，互伊会通照上帝伫伊身上所赏赐的恩赐，伊来进行来发展来学习。第3项呢？第3项是为着伊的内心啦。你知现代人真侪拢伫迄个忧郁，对无？忧郁症，甚至较重的，搁进入迄个躁症，迄足辛苦的日子，拢是对压力来。特别是迄个人际压力，迄真做真大的一个捆绑，所以咱来祝福，互伊精神的生活有喜乐平安，阿们。第4项就是要讲到伊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无论甲厝里的人，你想讲厝里人做伙一定拢好甲？无一定啊，即马真侪翁仔某拢袂好势啊，对无？你讲你的，我惊我的，袂和谐。甲囡仔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嘛有真侪家庭是发生问题。甲朋友、甲同事的关系拢浅啊。即马嘛有真侪人伫咱教会内面，咱拢看见大家拢足好的，但是伫外面其实真侪迄个感情是疏离的，是真远的，大家拢是真冷漠的，你知影无？有当时咱做伙有意见的无共款。咱会无欢喜，但是爱真紧互遐物件过去，毋通藏伫心内，因为迄个生气，你若积伫心内，到日落，生气袂使到日落，这是圣经甲咱讲的。为着要互咱的心得到平静安稳，所以咱爱伫信仰的内面，爱真侪代志爱互过，互过要安怎过，就是用迄个赦免的祈祷，饶赦的祈祷，原谅的祈祷，但是对别人来讲，毋是安尼你爱甲伊通过咱拄仔讲大有气力的迄个关怀、迄个福音的行动，你也诚做伊的祝福，为着你甲伊的关系，伊甲人的关系，这是人际的方面。第5项就是讲上帝的关系，
你知影十字架是安怎？一环一直对无？环的就是人甲人的关系，地是人甲上帝的关系，吼，会通求助帮咱对上帝有渴慕的心，有机会去经验上帝的真实，吼，会通伊经验上帝了后，伊知影伫真济事爱改变，爱认罪悔改。减在以前凊彩讲白贼，白贼话伫咱中间世上呢，你捌听过无？哈，有真济吼，厝里电话，咱会甲厝人讲，你若讲我无伫的，吼，惊伊嘛要来讨笑，还是要啥物来劳烦咱？你若讲我无伫，这就是白贼啦。吼，咱真容易犯着这真普通是生活中间，你就会通发现。但是真理会通来调整咱，来帮助咱，吼，真济无合意的，就会通悔改。吼，所以上帝若安尼帮助咱，你相信上帝要安尼帮助你所认养的对象无？共款啦，因为上帝恩典拢伫咱中间，就是遮尔简单尔。吼，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三步五个祝福，吼，三大步，吼，然后进入五祝福的中间，逐工安尼做。我感觉真感动，就是讲伫第一场礼拜煞迄个感情之事咧，甲咱讲咱的即个第4夜开始小组的即个大道的事项吼。伊咧讲着咱传道、报道、编制迄个福音的委员会，吼目前是伊咧负责，吼伫咱小组遮拢有迄个具体的消息有无？个人其他下边遐，吼，迄真济拢是迄个慕道友，吼，咱的朋友、咱的亲人，需要咱去关心的。所以除了你家己的祈祷，伫咱小咱要操练的中间，你家己的祈祷，然后你用去提供到小组。用咧大家分配，继续来关怀祈祷。所以祈祷，我定定感觉讲一个性命的得救吼，迄是非常了不起呢。迄毋是干那你个人的关心尔，咱教会拢有承担责任的。吼，所以你看卖你家己个人的关心大先，然后甲伊带到家庭小组也是团契，然后呢，搁互伊进入教会是正人的关心的。所以咱袂去分讲这是啥物人带来，甲我无关系，对无？有人进入咱中间，咱足欢喜的，因为一个性命的得救，嘛是咱欢喜，天顶的天使嘛，甲咱做伙来欢喜。所以拢是咱逐人的责任，吼。所以咱会通来，吼来做即个三步五祝福的祈祷。然后佫一个就是咱有一个态度非常要紧。我先讲了，咱才做伙来操练。但是要甲咱讲一个吼，咱爱操练煞，吼，即个讲道的内容才有算结束。再去进行礼拜落去，毋是遮就煞吼。好，有一个得人真要紧的态度，就是搁落去迄张关心，毋是强迫，付出无求回报。阿免关心，但是毋是要强迫人。所以你毋通想讲哦，我定咧关心，伊就敢若牛咧，牵到北京嘛牛，叫拢叫袂行，叫伊来甲阮聚会，叫伊来创啥拢叫袂行。足无意思的，毋通安尼想，吼，就是讲你用迄个关心，吼，伊若接受你的关心，你毋通想讲你是好处咧，互伊，莫安尼想，咱只是分享主的听，吼，只是干那去分享。有真侪成长的教会，我感觉真佩服，你知影无？因真侪教会拢去扫这街仔路，教会附近的街仔路，吼，即个社区的街仔路去做清洁。你知影台北北中也是市中，因有组一个叫做跑儿协会，跑迄个走毋是跑路啦，就是因将一寡青少年囡仔，甚至有一寡大人拢组织做伙来，因上早期就是对清扫社区，清气社区的环境做开始，然后去发展迄个宣告，去传福音的行动，对迄个中间出来。关心，你毋是爱社区的人看到你咧做啥的，毋是爱你关心的对象讲看你做啥物货，伊爱有一个对等的迄个平等的回应互你，因为咱拢有迄个报酬率的一个想法伫内面，咱做啥互人，人都应该有共款的回应，无啦，请咱主内兄弟姊妹，这基督徒恁爱听好详细，你所做是为着主所做，阿免。咱所做一切拢是为了耶稣做，然后呢是要分享，甲你边仔人讲，咱就是要分享，毋
毋是爱人甲你报赏，知影无？毋是咱爱人回报你啥物货。所以即个付出，你真做基督徒的开始，你着爱有即个觉悟，你爱学习分享的工作，吼，无论你的金钱，无论你的礼面，无论你的时间，无论你的才能，拢总爱分享出去。这是上帝，互咱一个主耶稣，互咱一个上大的模样，伊为着咱牺牲性命。今仔日咱坐伫遮，咱是为着要回应主的听，毋是互勉强来。咱中间有互勉强来礼拜无？有无？有互勉强来服侍无？就算即个勉强，咱嘛爱感觉真感恩、真欢喜，安尼。吼，求主来改变咱的想法，改变咱的态度。好，安尼，只是咱来做一个简单吼的练习，好无？吼，你将你迄个周报内面迄个吼，你掀开，然后你用一个简单的时间，短短的时间，吼，将你所感动的人，吼，毋是基督徒，是无道友，你家己名写起来。然后咱要用即个吼5个祝福的方向，吼，来为着伊祈祷。但是我毋望这你摕转去祈祷，吼，对今仔日你用要开始做，吼，你着备办你家己，吼。然后即礼拜你到小组用要将这名单嘛提供互你的小组的人做伙来祈祷。但是你家己嘛爱继续祈祷。然后今仔日咱的操练是啥物货？我要邀请你甲边仔的人，吼，咱两个，吼，两个做对象，莫有人孤单一个，好无？你小看一个，吼，若3个人坐，用迄小超位啊一个，就是两个做伙，吼，然后用迄5个方向，有祝福，5个祝福，吼，啊一个祈祷线换另外一个，你就是为了你边仔即个人来祈祷，即个祈祷线换另外迄个替祈祷，莫两个人做伙，吼，爱听着对方咧祈祷啥物货，吼，啊就用这5个方向，真简单，好无？即是开始，吼，开始操作。会使无？吼，小叮当者，莫一个人吼，你若看到一个人坐伫位仔的吼，你甲伊做伙，吼，哦，夫妻吼，这是上好的。吼，莫你若看到迄位仔一个人，拜托主动吼，姊妹小看一下。姊妹甲姊妹，兄弟甲兄弟，啊翁仔某做伙无要紧。好，一个先开始。你记袂起来无要紧，你就是看迄个吼，迄个内容，你用咧看周报内面迄个内容，吼，目睭无起无要紧。5个人5分钟，所以一个人是1分钟，吼，1分钟我就爱你换人啊！好，换另外一个人。咱这是一个练习尔，吼。
你若完成的举手，互我看一下，好不好？感谢主哈。好，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方法有简单无？其实无困难，无困难。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讲，教会在分享，分享一寡传福音的方法，分享一寡信仰的学习，是爱咱兄弟姊妹去做，阿免，毋是干那只讲只说尔，安尼对咱的生活无啥物帮助，是咱爱去做。咱每一工咱确实去做，你就会哪来哪成长。其实迄上大的祝福是咱家己呢，是咱本身。恳求主，互咱一个愿意的心，上帝就手术开来伫中间来帮助咱，特别是对灵魂的得救。圣经甲咱讲，这是好，是好的代志，是会通得到上帝感纳的，阿免？咱对灵魂的关怀是上帝看最好。因为伊爱万人得救，爱万人明白真理。通过咱会通成做这个管道，成做一个福气的管道。你愿意成做福气的管道无？甲你的边仔人讲，咱做伙来成做祝福的管道。上帝的福气就通过咱这个讲，你知影安尼流出去，我们是祝福的管道，神的赐福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这是何等水的代志，恳求主来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如果若会当，我相信教会有真济会通来帮助咱的，要安怎来进行，要安怎来做。但是对你家己本身，今仔日你听到这个代志，学习这个方法，就会通开始做。阿免，恳求主，互咱一个愿意心，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因为这是对你的交代所来。阮爱为着众人来祈祷、恳求、求恩、祝谢。主，这是好的，是你所欢喜的。主，阮恳求你继续将这种的壳无、这种的负担来放伫阮的内面。若阮家己得到利益，别人也要对安尼去明白上帝你的听。恳求你引带阮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圣诗第348首，348首，求主教示阮祈祷。请起立，念全首。我。
奉献，请周会主、苏丽美、潘瑞琼、刘惠美姊妹来施献。
报告的大生，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后壁面，我读两遍，读一遍，大家来读两遍。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阮祝谢。提摩太前书2章1节，请。所以我所劝勉的，就是替众人祈祷、求阮祝谢。提摩太前书所以我所劝勉的，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阮祝谢。提摩太前书2章1节。请咱掀开周报的第1页。后礼拜3月初6的礼拜，咱是要做和会。咱第1场甲第2场合并，一场和会的礼拜。第2页，咱有团契聚会时间甲课程。请咱大家详细来看。第3页是咱家庭小组的聚会。家庭小组的聚会，请大家就近你方便去参加的家庭小组的聚会。第4页甲第5页是咱小组。每一组所要祈祷的事项。第6页，奉献的名册，若是有重大的，请你到咱办公室还是执事来洽询哈。第7页，消息报告。本主日2月28，为咱本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为这个事工来关心代祷。下晡中昼12点，咱传道部的部会要伫701会议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第3点。2016年的和会手册已经印好，请各部的团契首长去办公室来领取。若是有错误的，请你伫3月初3进前来找咱的语同干事来了解甲伊订正哈。下主日3月初6是咱新月份的开始。请兄姐注意咱服侍。3月份1月中集，长老是家庭长老，执事彭秀平，黄团军执事。第5项，咱要举行后礼拜的主日，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你若是无伫名单，共款是3月份生日的兄姐，请你共款有缘来参加，来接受上帝甲大家的祝福。第6点，中昼1点，伫701会议室召开教育部会议，陈传道、林丽冠新学生。王立泰、余继平、张碧君、陈建州、简成、李碧清、吴智慧、赖建成、林家豪、莫桂英出席参加。第7点，下晡2点，伫701会议召开3月份定期的中集会，请中集出席参加。会后散开小会，请小会员参会。逐部的资料，请伫3月初3拜四进前交去办公室。
第八点，3月12下晡3点，要伫701会议室召开行政部教会发展委员会议。出席的人员：陈克安牧师、陈祖德、林章洲、李庆章、王立泰、嘉丁、王浩杰、吴志平、吴团兴、陈维明、陈建洲、李文贵，请恁出席参会。也要请裴家富长老来做这个事项的补充报告。好。小会公告：3月7日，第2场礼拜召开定期聚会，请会友踊跃出席参加聚会。迄一天早场的礼拜甲第2场礼拜合并，中餐是供应便当，会友汇集公告伫国宝南。教会消息：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即日开始接受104学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请3月13中昼12点截止。要申请的同学，请伫即个时间内将学校的成绩单、影印甲申请表交予逐班的老师、团课辅导评核了后，交办公室统一来收齐。奖学金申请的办法含助学金，请看4楼的公报栏。教育部社区花艺班定伫个3月7日下晡2点半，伫705教室举行。开课进前欢迎茶会，请报名的学员预缴保证金12块，甲花材的费用3500。伫每节课的底课多退少补，去伫办公室来登记。3月12日，妇女团体甲夫妇团体合办的一个户外灵修，地点要去伫石门水库甲使馆局。早时9点，伫咱教会出发，暗顿大约伫7点要倒转来。报名费500块，请恁潘桂娥甲朱美玲来登记。4月24是咱同教会野外礼拜活动，伫淡水真理大学来举行。报名时间2月21日到3月31日。小组、5组甲青年牧区，也是家己开车。报名费100块，统一交予各区的区长。要以8辆游览车为原则。要请李庆章长老来做补充报告。因为咱4月24要野外礼拜吼，即马因为咱的办公室原来要准备遮个资料，也是种遮个甲车辆的安排吼，所以讲咱伫即个礼拜
顶礼拜咱就开始报名吼，希望讲会当大家拢紧紧来报名，到31号咱要截止，通好将这个资料来紧落办公室来整理吼。所以讲到即摆来看起来报名人数并不是真踊跃啦吼，并不是真踊跃。所以讲咱爱搁做名牌，爱搁安排每一个区的车辆的人员，爱搁公布。所以讲有这个城市，所以讲希望咱会当提早来报名。伫3月31日查止了后，拢会当将这资料来到办公室，伫遐来分配，伫遐来统计，伫遐来准备这个事项吼。希望各位大家对这个妖怪礼拜踊跃参与吼。咱有8台车，咱有8台车吼。搁特别就是讲，咱若家己要开车的，咱嘛是共款爱报名，互这边这个了解办公室了解，来统计，搁来安排。因为车辆到伫迄个所在要停倒一啊，拢有一个安排伫咧吼。希望安尼，多谢，谢谢。伫3月20日要召开咱野外礼拜行前联席会议请参加的人员，关怀部、传导部、行政部甲干事来召开行前会议讨储蓄合作社伫3月7日中昼12点半，伫300的教室要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出席参加。告解消息：3月3拜四，要伫新德教会举行世界妇女公道日。报名费100块，7点半伫火车头集合去新德教会，请来甲我潘贵儿报名，谢谢。即是咱请陈根志团导来甲咱做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只我要请问大家，咱伫教会服侍是较紧张的较好，还是袂紧张较好？阮是神学院的教授吼，甲阮讲，叫阮即个神学生讲吼，恁甲我较紧张的。意思是讲，免得阮是台下顶上油条安尼啦，吼，失去迄个敬信服侍迄个态度。所以我感觉讲，是教会服侍紧张是好的，紧张是要互咱服侍时阵较谨慎的。一方面紧张嘛，代表讲咱服侍时阵是已经将家己分别做成，家己知影讲家己的即个任务是啥物，即个位置是啥物。好，一只来补充报告，头我是第8点遮第8点遮的即个要召开行政部教会发展委员会议。头我是来倒加上批家父对了，是来倒加上批家父对了，不要紧，后主日的周报会倒补充来刊登起哩。好，一只来做补充，搁来要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的即个新的朋友这是陈世清的老爸老母陈厝龙兄弟以及李美华姊妹。欢迎他们陈次郎弟兄跟李丽花姐妹待会邀请你们跟我们一同享用爱餐。好，请坐，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咱知影讲，照教会节期来讲，咱进入到即个大斋节期双十即个主日，即个拜日嘛是即个228的即个纪念的主日，双十嘛是咱的妇女事工的即个纪念主日。相信透过内观神学生的分享，咱嘛知影讲，有侪代志咱检采袂当具体也是实际去做偌济，总是咱拢会当用祈祷来交托。所以这时咱嘛用呼声，咱来感谢即个内观神学生今仔日是透过讲道，来甲咱引出讲咱祈祷的即个操练功课会到做到啥物程度？毋望咱
未来咱伫基督中间袂当照今仔日的即个5步到底是几步？3步5祝福吼，3步5祝福，安尼的方式吼，不只是为人祈祷，嘛会当邀请来欢迎咱的即个慕道者来到咱的教会，二一遮补充报告。上营387首。咱做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赐福互阮。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天父上帝你对阮的慈悲、疼痛甲怜悯，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特别互阮伫祈祷、操练咱的信仰功课顶面，会当互阮增加日日来进步。得透过祈祷，咱关怀、关心咱的主平头尾，咱的兄弟姊妹，以及咱要来关怀社会、国家以及国际各方面，安尼要来关心的事项。也愿主会当互阮伫即个大灾节期，也是讲228安尼的纪念日的时，嘛来为着遮个心情可能了郁卒无法做讨房的人，阮献上阮的祈祷，毋茫安慰甲关怀会当临到因。愿主会当透过安尼的操练的功课，会当互阮一信仰愈来愈进步。主阮安尼愿你祈祷、恳求、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祝歌397首，397首。
好，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因为是咱妇女的这个事工纪念主日，所以咱特别一平安礼时，向咱在座的姊妹、女性，咱讲一声，谢谢你辛苦啊！好，咱做一起念平安礼。